侯爷，乔连房夫人，是他，我。乔连房，你好得很呐！夫人，你误会了，不是你看到的那样。孤男寡女，衣衫不整，你说我是误会？夫人，我真的是衣服被一个丫鬟给弄脏了，然后到这儿来烤干的。你要相信我呀，我可以找那个丫鬟来替我作证。大姐，你出去。你先出去。是。侯爷，我真的不知道你会来这儿，真的。徐令仪，你对得起我吗？莲芳可是我们乔家的嫡女，你竟然让她进门为妾，罗元娘，你也太狠心了吧！我狠心，你女儿在我家，在我眼皮子底下做出此等不知廉耻之事，难道还想全身而退？让她做妾都是便宜她了。要么进府为妾，要么我将这件事情说出去。乔夫人，你自己选。你表姐，你可是看着我们家莲芳长大的呀，难道你就忍心让我们家莲芳进门为妾吗？表姐。侯爷，这件事你看该怎么办？让莲芳先离开京师，等过段时间再为她询问亲事，到时我们徐家也会为她添妆。我愿意嫁给侯爷，哪怕是妾，我也愿意。